復星財富7月新客福利嚟啦！睇完呢條片，你會清楚知道兩樣嘢：第一，新客入金有咩福利；第二，邀請好友點樣計獎勵。先講入金福利，主線其實好簡單，1萬港幣有免佣，2萬港幣有交易返現券同融資打新券，另外做期權交易仲有額外加碼。新客首次入金滿1萬港幣就可以享受港股、美股、期權同美債相關交易嘅長期免佣優惠，重點係幫你降低長期交易成本。如果首次入金滿2萬港幣，仲可以額外拎到2種現金券，200港幣港美股交易券，加埋100港幣融資打新券。呢度要特別注意，現金打新零手續費通常係先收後返，而融資認購雖然免銀行利息，但每筆100港幣嘅融資認購費仍然需要支付。跟住講邀請好友，活動時間由2026年7月1日到7月31日，以香港時間為準。活動期間每成功邀請一位好友，並且佢首次累計淨入金滿1萬港幣，邀請人可以先獲得200港幣現金券。如果呢位好友喺達標之後30日內賬戶累計淨入金仍然唔低於1萬港幣，邀請人仲可以再額外獲得300港幣現金券。簡單講，一個有效好友最高可以帶嚟500港幣現金券，不過要留意，有效邀請需要喺開戶後30日內完成首次入金，並且達到30日流傳要求。所有獎勵會發放到星財富 APP 嘅卡券中心，卡券有效期係180日。活動期間，每人最多可以邀請30位好友，現金券累計上限係15000港幣。最後提醒大家，入金必須來自本人同名賬戶，活動唔可以同其他同類優惠同時使用，所有細則以官方公佈為準。想了解更多，可以直接去星財富 APP 活動頁睇詳情，亦可以到附近財富中心查詢，或者直接聯絡我。